看到這地方院呢，是佇內底來討論中選會的人事動議權，一寡小黨的上司嘛佇外口咧抗議，因是認為講目前這選舉的制度甲政治獻金等等的運作，其實對小黨也是講一寡較無資源的參選人來講是較無公平的，所以呼籲中選會這新的委員都愛推動改革。中選會人事案引起外界關注，時代力量13透早也和台灣基進、台灣綠黨小民參政一寡小黨的機關參選人共同召開記者會，批評現在選舉制度和實際上有真大的落差。有時代力量的機關參選人指出，照現行的規定，直轄市長活動宣傳敢若15天，立委、縣市長機關敢若10天，里長敢若5天。不過現實的是，政治人物攏會提早幾個月開始走行程掛廣告，呼籲中選會愛延長宣傳的時間。現在其實是選距離已經快將近幾個月前，但是很多的看板、很多的宣傳車其實都在路上跑，所以我們覺得說，其實這個法規跟我們實際的選舉實務是不合時宜。也有小黨的參選人批評，即擺選舉選到尾啊，會變做講愈有錢的人愈有機會互選民熟悉。這小黨機關參選人也呼籲選舉的經費應該愛透明化，選舉的錢是對叨位來的，是家己出的也是政治現金，攏愛公開。另外，雖然選罷法有規定競選經費有相關的金額限制，不過若是超過，也無處罰的法律。以台灣人的投票模式來說，我們會習慣投給我有看過看板的人，他看板掛很多很多，那這樣子其實我們沒有辦法選賢與能了，我們會變成選錢與能。競選的經費可以透過自掏腰包的方式，規避政治獻金的審查，在合法合規的情形下，變成金錢政治的玩物。目前法律的規定是在投票日了後的3個月內愛申報政治現金。監察院經過6個月整理了後，對外公開，但是綠黨認為事後監督效果有限，也真歹及時防止不當的交易。這攏需要改革，要求中選會愛重視。記者陳選林旭凱台北報道。